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18县市发布高温警示，气象署表示，这礼拜天气拢热翕翕，而且7月中进前应该拢袂做风台。基隆市长赵国良的罢免案达到第4阶段的标准，赵国良表示，今仔日会去国民党中央参详对策。美国纽约6月30举办冬至共和国游行，变装风向倪慧雅嘛带台湾队为台湾性别族群发声。最近温度高，奥运纸行伫室外实在是热甲冻袂调。今仔日除了澎湖、金门、马祖，佮有本岛的宜兰，全台湾18县市拢发布高温警示。气象署表示，咱台湾继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未来这礼拜拢是热翕翕的天气。台东今仔日嘛有可能会透小风，提醒乡亲要爱早日避免热伤害。最近连续几天的天气拢真烧热，真侪民众是用要气在袂调。亲像礼拜台东金轮的气温甚至升到41度，创下今年上高温的纪录。8日气象署继续针对大部分县市发布高温的柑仔烧灯号，尤其台东县因为火烧风的影响，有机会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也那其他县市的高温也有34度至36度。而我们特别要提醒的是，今天因为吹西南风的影响，在台东地区东南部依然会有焚风出现，仍然有机会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那台东地区的焚风有机会在明天就比较减缓一些。那到了礼拜3，整个环境场会逐渐转吹东南风。那在东南风的状况下，西南部算是背风侧，所以高温的情况会更为的明显。另外，今年7月、8月也是风台上侪的季节，风台的形成除了受到海水温度的影响，前后太平洋高压的活动范围嘛是形成的因素之一。气象署表示，目前太平洋高压已经扩展到南海，研判至少7月中以前拢袂有风台。太平洋高压的位置仍然一直延伸到南海，而预计这样子的环境形态可能还会至少持续到7月的上旬，甚至是到接近中旬。所以未来1个礼拜，甚至到下周，我们目前是没有看到明显热带系统发展的讯号。另外，气象署表示，拜三之前各地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中部以北也有山区，也是爱注意过道会到西北雨。也若拜4、拜5落雨范围变小，提醒民众出门也是爱早雨伞、穿雨袜，也着爱避免日头的紫外线伤害。记者林晓凯台北报道。最近天气烧热，过道定定会落雷公雨，石门水库的水量1个月内就增加900万度，目前供水是稳定的。根据气象署的预报，这礼拜同款会落西北雨。北区水资源分署表示，会随时调水，确保各区的供水拢正常。天气热有够芳，好佳在最近中昼过后，雷阵雨路袂煞，一直废水库补水。西石门水库蓄水量达到7689万吨，蓄水率升悬到37.5%，用要接近4成。毋过，常常来水库运动的民众看到水情，也是感觉真烦恼。水今年是比较少一点啦，去年的话比现在要多。去年这个时间差不多快要满水量了，应该播在这里比较好。他觉得水还是不太够，对不对？对啊，你看那个水都，我们之前来的时候水都很满了，现在最近一直下雨，希望下到这里比较好。因为中昼过后雷阵雨，北水分署表示，今仔最近1礼拜外集水差不多2068万吨，蓄水率增加超过5%。目前各种的用水供应拢正稳定正常，尤其甲农田水利署桃园石门管理处合作之下，以及调做抽水机的灌溉也正顺利。6月21到6月30这一段石门水库集水区的累计降雨有106厘米，那这一段时间的水库入流量也有达到2680万吨。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未来1礼拜依然有中昼过后雷阵雨，石门水库有希望搁补水。北水分署表示，会密切注意气象资讯，也甲各供水单位做好调节管理，确保地区供水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天气下甲冻袂调，有真侪人会去公共场所吹冷气避热。不过最近有民众讲，这热温车头也是图书馆，这冷气拢无啥会凉，怀疑政府有限制冷气开几度。虽然林万署是回讲无特别限制，不过
为2013年开始，都规定部分公共场所冷气是袂使开26度以下。这么热天，袂少人会去公共空间吹冷气。不过有网友答问，最近无论去捷运站、火车站还是图书馆，拢感觉室内冷气无凉。这个公共机关和运营可能造成大家踮伫厝内开冷气，颠倒电用更加济。它的温度都还蛮适合的，夏天的时候蛮凉快的。真的不太凉，所以我才带电风扇。来图书馆的民众，有人家己准备电风，也有人感觉冷气有凉。为了响应节能，伫台北市东湖图书馆除了装变频冷气，佮加装循环电风加卡电，降低室内温度。场所可以控制室温在摄氏26到28度之间，那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配合开电风扇或循环扇来使用。经济部能源署讲，目前中央无限运用，不过有规范指定能源用户遵守节约能源规定，包括观光旅馆、零售社、贩卖店、餐馆、大众运输场站，以及银行邮局20类场所，室内冷气温度袂使比26度较低。餐馆、旅馆、百货、美食街用餐时段温度无受限制，若是毋是用餐时段，都要遵守袂使比26度较低的规定。我们全力配合政府的各项政策，在炎热的夏日，我们也因此增加了多款的饮料，让客人在食用完火锅之后不感觉到那么的燥热。整体用电量抑制的角度来看，其实真的效果不大，而且民众会认为说，你政府不是一直在讲不缺电吗？这么小的一个发电量的抑制，你也要计较，那是不是其实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缺电？能源署讲，节能工作持续地进行，无应该让人错误解脱变欠电，因为核三厂1号机7月要除役，电力恐定更较暗。立法院7月7日一定要排审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修正草案，讨论核能延役。记者综合报道。有来洗厝的拢知影，这有的电火钱毋是直接纳入台电，这厝头家看电表来算钱，电一度拢是5块咧起跳。变若热人是会收搁较贵。为着要改善这款情形咧，行政院的消保会通过新版的税厝契约，台电销单是偌济钱，厝卡就落偌济，厝头家袂使搁加收啊。预告7月中开始施行。天气真热，真侪人一转去厝的，第一个做的代志就是开冷气。不过做厝的人就无一定，考虑到厝头家常常超收电钱，甚至传讲最近电钱起啊，厝头家要甲每一度电调到1度7块。为了要防止乱象，行政院消保会伫顶礼拜5审议通过新版的租赁契约范本，以后厝头家收到台电的销单偌济钱，就即个人向厝卡收偌济。电度数来计算电费的话，每度电价将不可以超过电费单上的当期每度平均电价，会预计在7月中旬正式上路。新版的租赁契约范本有3点修正，用电度数来计算的，不应超过当期每1度平均电价；那不是用电度数算钱的，就不应超过每一支电费的总价。厝头家有提供电费资讯的义务，厝卡也让家己向台电查询讲电偌济钱。以后若是厝卡拄到超收电钱，会影响行政院消保会提出申诉。民间团体认为，那伫规范出发点正好，不过实际伫咧执行时阵恐惊有困难。房客要不要这件事情跟房东翻脸？那翻脸的部分，也许你可以争到你的权益，可是你就不要住了。治标不治本，政府应该想办法去面对，如何赶快让台湾的租屋市透明化。平阳凯讲，厝卡会当主张款息，不过厝主若是不爱照去做，甚至不爱搁做啊，会是另外一个问题。要解决租厝市场的争议，就要对市场公开透明化来做，和政府会当有效来管厝头家，达到减少纷争，维护厝卡厝头家双边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第35届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会议今仔日起稿，拢总4天会选出新的院士。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参加开幕，感谢中研院伫净零碳排研究。赖总统嘛强调讲，这中研院的进步，就代表咱台湾的进步。一鞠躬。向国父为上3鞠躬，连续4届中研院第35版院士会议7日正式开始。这是疫情了后用实体会议的方式进行。总统赖清德致辞的时阵强调，中研院是台湾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一直用科学专业贡献国家社会，培养人才，佮提供国家政策建言。中研院的进步就代表台湾的进步。今年是中研院在南港院区的70周年。中研院以跨世代累积的研究能量，协助台湾
度过各种挑战。面对气候危机，净零碳排已经是全球努力的目标。发布台湾净零科技研发政策建议书，倡议具体解决方案。毛总统感谢中研院在净零碳排等领域用心研究，表达上大敬意。虽然艺术会议会选出40个新科艺术，不过这几年来，动产名家一直落车，尤其是人文组动产人数一直偏低，顶一届只有3人当选。现在人文的院士比较少，有各种的原因，一个大环境的原因，念人文的人越来越少啊，像少子化一样，人口越来越少。每一个提名都在各个学科，恐怕会有一些遗珠之憾。也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在跨学科推荐一些比较好的人出来？我想这个是一条路。在这一摆新科艺术选举办法当中，第一摆在提名过程，就要确认被提名人深受咱的国籍，若无咱的国籍，会建议转提名国艺术。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是控制4年环太平洋的军演，南韩这届是有派2只飞弹驱逐弹，其中一只中武公李顺成号有作战的经验，唔有加火炮，伊的防空甲反弹的能力拢真好。另外，荷兰是参加军演的巡航舰，伫咧6月初捌经过大海，所拄到中国军机逼过来，苏当时的情势是真紧张。赴媒体登舰参观，南韩参加2024环太平洋军演，派2台飞弹驱逐舰。中武公李顺成号、日国妮妮号，抑有1台江舰。为了这面军演，伫咧起夏会议之前，南韩已经先伫咧新加坡参加多国联合军演。中武公李顺成号有远洋作战能力，若是船顶有火炮，随着发射甲防空系统也拢是一流的。甲敌军的水面舰艇甲江舰作战时阵，抑个鱼雷发射管、反舰导弹、军票武器系统、防空反舰反舰的能力，逐项拢真赞。因那如果妮妮号有成盾战斗系统，是目前南韩海军规模上大、上先进的驱逐舰，有巡游飞弹等各种武器。This harbor phase, when we are in port, we will try to establish a firm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荷兰是电视舰载机 NH90 反舰直升机，有随着飞弹发射系统，若是当减速水下的江舰，一个当全方位射击。荷兰的7星级巡航舰佐普号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今年6月初捌经过大海，过程真顺利。不过伫咧东海执行任务时阵，中共的军机是愈挖愈近。舰长讲到迄当阵的情形。At one time, our helicopter, which was also operating for this mission, she was approached by a PRC helicopter. It was potentially unsafe as the helicopter was very close to our helicopter, but we were able to continue the mission. The mission will be very, very safe. 纽西兰皇家海军辅助船奥特亚罗瓦号伫这边军演主要是负责运补的任务，这边会当载22个货柜。Aotearoa is a logistics support vessel, so we carry bulk ship fuel, bulk aviation fuel. We can carry 22 containers that could be refrigerated with food inside or other bulk stores. 环太平洋军演期间，后勤补给资源也真重要。奥特亚罗瓦号会当为船舰提供燃料，和任务未中断，强化海上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加强国防，唔那教调有推出新制，内政部嘛要调整替代役调训的人数。今年预估要调训58000个已经退伍毕业的役男，是历来上悬纪录。这调集的范围、人数甲时间都要修正。嘛会比照国军现行的规定，无正当理由唔参加调集的，拢会处罚。国防部2022年所推动的新制教招，延长教期强化训练，来增实国军的后备战力。因若即马代替迄个毕业演训，也会做大幅度的改革。因为根据110年所统计，退伍的8年来毕业的役男有181904人。不过，伫迄年调训只个那1565人，占总数的0.86%。准年甲旧年的调训人数虽然有增加，不过依然无超过10000人。为了要改善调训率偏低的情形，内政部伫今年估计要调训58000人，创新冠历史纪录。整体的一个国家安全的考量，来强化全民国防和这个全社会的一个韧性啊，会按照不同的一个招训的项目啊，会有不同的一个天数啊。内政部指出，演训将会包括初级的教育员继续教育、
警察、消防、治安维护、防灾救护、民万安演习，一个射击等内容，并且将会修正调集的范围、人数、天数甲相关规定。同时，甲台铁业实施条例修正草案送行政院审查，规划比较各军的现行规定，对无原因无去参加调集的行为有明定的处罚。在战争中，反而会需要更多的消防人员、救护人员啊，那避难指引的人员、替代役的人员啊，其实他们这个民防体系中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在预算更合理的时候，也可以把教训的天数增加，来让役男对他既有的这个专长可以复习。学者表示，若拄到紧急事态或者是大规模灾害时阵，有专长的代替役伫咧民防中会当发挥正大的功用。这就是替警消补充人员协助产业复原的能力，调训会让强化危机意识甲社会韧性。希望伫咧规模、人员、天数方面会让一年比一年增加。记者综合报道。拜六花莲上大雨，苏花公路有真侪所在拢放弃，有民众驶车去互石头陷着，车害去啊，加在人是无安怎。那礼拜花莲一场走表活动，都因为苏花公路落石头，有真侪人是归去退赛。这台白色的电动车停伫咧路边，车身有嵌一件拖刷，车窗破一孔正大孔。离高限8点外，四车的驾驶因一家伙仔去花莲省线，准备要转去时阵，经过苏花公路落大雨，有石头放来拱着车窗。车子有办法开吗？不行，因为玻璃破掉了。车子现在没办法开呢。车掉伫咧大清水磅坑，等拖车来救，也过唔知要等偌久，请警方来到3工。我们困在这里3个小时了，吊车没有人愿意上来，他说他们很怕危险。好佳在这个伙仔已经平安登去厝的，无人受伤。也过苏花公路撞到到河边，沿路真侪所在崩山，北河路未通。伫咧30这场为了中正观光办的路跑活动，有一寡参加的人听到崩山就无来参加。所以重重困难啦，退赛的啦，包括就连昨天晚上那个土石流交通，就是我们的车都过不来。有史以来最热血的一场活动，也是最有挑战性的一场活动。本来报名要来参加路跑的有4000多人，因为控诉控3地动的关系，报名已经减一半。而这么地动尾大雨落未停，对观光影响更较大。也过尾活动一开始，天气佫变好，风吹来佫凉凉啊，互参加的人对花莲的水体验更较深。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市公所的工程，阮这场报道，记者综合报道。台中50个居家照顾服务员去市府抗议，讲因还未领到6月薪水，无公司劳动合作社拢总欠因308万。这个争议呢，是因为合作社咧改选，前任甲现任的理事主席咧相告，地市卫生局无法度甲钱拨落来。市府强调讲，合作社纠纷要交予法院来处理，若薪水问题，目前等咧敲测。没有劳务所得。一阵居家照护员大声喊出，要摕到家己应该摕薪水。伫台中市北区一间劳动合作社的私立居家长照机构，有50多位居家照护员6月份互人欠薪水，拢总308万，初一去到市府抗议，还给我们一个公平正义的一个交代，对，让我们每天很辛苦工作的居服员都可以领到我们的薪水。居家照护员到厝服务，互厝内老大人拢会当得到照顾。这间居家长照机构拢总服务200多个个案。规个欠薪水的争议是来自去年劳动合作社的理事主席改选了后，前主席兼做长照机构负责人的林婉珍指控新的理事主席陈建文敢若是人头蛇丸，而且佫无互居家照护员薪水。不过陈建文是批评林婉珍私底下改口做，地市卫生局无法度拨款。50多个，总共他6月份是308万。这一个月的话，机构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代垫的，陈建文1毛都不给我。那我们真的是已经没有再多余的钱。他没有经过合作社理事会的决议，他就私下去变更账号，所以说造成那个卫生局无法拨款，把那个申请账号的那个做撤销动作，我们这边才可以正常的拨款进来，这样子。社会局表示，合作社的选举纠纷是私权的行为，双方当伫咧台中地方法院来拍诉讼，行政机关无法度做主意，要由司法来判定。
我们有收到这个公文，那我们针对这个公文里面的程序完不完备哈，没有所谓的行政的一个定夺，因为定夺的部分就已经回到法院了，因为现在目前就是在法院的诉讼过程当中。不过社会局强调，居家服务员薪水的问题会甲合作社选举的诉讼分开来解决，目前正在协调，希望会当赶紧让基层的员工领到薪水。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目前国内移工有75万人，新住民的家庭嘛超过100万人。为着要保障因的权益，立法院初审通过全法草案，也就是《新住民基本法》和《新住民权益保障法》。明仔载就要调解协商啊，不过民间团体是批评讲，全法的内容也有争议，应该要先开公听会，听民间的建议和心声。暂缓朝野协商，扩大公民参与。关注新住民专法草案的民间团体8点开记者会，呼吁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暂停协商点开公听会。新住民专法包括新住民基本法和新住民权益保障法，8日就要伫立法院进行调解协商。不过民团指出，新住民基本法敢若保障白领阶级别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等等，因要求法案嘛爱保障像渔工、看护工等等，才会记载哪领移工。是在台湾有70万的移工。就是一直都在台湾工作的，对，那我们就说，他有纳入白领的，但没有考虑到蓝领的，这个就是那个保障权益上的歧视的问题，对。那所以我们就说，请他要再思考清楚。根据劳动部和内政部的统计，移工已经有75万多人，新住民家庭嘛超过100万人。民团指出，几年来无论是移工还是新住民，拢有真大量的统一需求，但是目前各专业领域的统一人员培训和专业度拢无一致的标准。民团要求统一制度应该爱立法。要防止移民群体或是我们说有移民背景的台湾人，他在台湾的持续的生活不会受到人权侵害。最大的一个关键就是不要让他们的一个语言适应的过程，语言成为他们的一个门槛，它是一切权益保障的基础。那为什么在讨论过内政委员会讨论过这么多次的一个过程中，它都被轻轻的提起，然后重重的放下？另外，民团嘛批评讲，新住民专法规个审议的过程，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拢唔捌开过公听会，无听过民间团体专家学者的建议。民间团体认为专法内底真侪内容拢有争议，因呼吁立法院暂停协商，赶紧召开公听会。记者卢尚珠、柯秉哲台北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土耳其有一间餐厅的加速桶爆炸，造成5个人死亡，63个人受伤。当局是已经有抓到一个换加速嫌犯。那法国的巴黎呢，是有一台轻型飞行机为天顶落下来，拢总3个人死亡。这事件的关键要搁咧调查。在土耳其西部伊兹密尔市多巴利镇，这间餐厅发生爆炸，为着正大，附近的建筑物窗仔门拢碎去，外壁也受损。爆炸的声音伫咧几多公里外拢听会到，有真侪人死亡，受伤的人也真严重。内政部长耶里卡亚讲，事故是因为一桶气体杠杆爆炸所造成。当局已经逮捕1名嫌犯，这个查甫人伫咧29拜六才换过新杆仔。另外，法国伫咧30月头发生一台轻型观光飞机，驶伫咧巴黎东边郊区的高速公路，机顶的人员不幸死亡，不过好佳在无弄到车。初步了解，这件空难敢若是飞机去弄到电火条仔所造成。空难现场附近的 A4 高速公路双向拢已经封起来。正伫咧调查事故原因。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看法国的国会选举6月30起过，根据第一轮投票的出口民调显示，讲这极右派政党国民联盟票声上悬排第1，左派联盟新人民阵线是排第2，那总统马克宏的中间派联盟是排第3。这第2轮投票是7月17起过。国会下议院国民议会选举出口民调显示，马林勒庞所领导的极右的国民联盟得票率33%，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28.5%，总统马克宏所属的中间派共在联盟得票率22%。马林勒庞讲，伫咧民主国家，政治变革是正正常的代志。Pour entamer cette alternance, pour conduire les réformes dont le pays a besoin, il nous faut une majorité absolue pour que Jordan Bardella soit dans 8 jours nommé Premier ministre par Emmanuel Macron. J'entends être un Premier ministre de cohabitation.
30案为第2轮的催票竞选活动已经开始。总统马克宏呼吁选民支持迄寡明显有共和甲民主精神的人，也就是甲国民联盟甲极左的法国无区活动拢算在内。伫巴黎一个西部南特区，拢有示威抗议国民联盟这边的胜出。Et que c'est une France de haine qui est en train de se construire et non pas une France de rassemblement et de solidarité. Donc ça me touche extrêmement. C'est du racisme qui est en train de monter, de la xénophobie, c'est de l'homophobie, enfin c'est tout ça qui est en train de se passer. 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今年6月是冬至共5月，包括美国、拉丁美洲、西班牙甲希腊，拢伫咧6月30举办游行。伫咧纽约咧是咱台湾的变装风球倪惠雅带台湾队咧游行。目前美国是有真侪州拢通过反对 LGBTQ 法案，嘛正做今年关注的重点。得到采访期，所有人拢装甲正水。今年6月是冬至骄傲节，世界各大城市一个选一个办相关活动。伊若伫起源地纽约，骄傲游行也伫咧6月最后一个礼拜日进行。今年主题是飞行、掌握甲团结，有几多千位民众参加。台湾的队伍也集结在地侨胞。第7遍参加游行，同时也邀请卢保罗变装风球秀第16届冠军尼里亚带队，最近为平权的议题发声。I came to Pride because I want to celebrate all of the years that we've dedicated to the Stonewall riots. Everybody comes here to celebrate what the people have done before us to get us here today. 今年是冬至运动关键的石墙事件55周年。1969年6月28，纽约格林威治村一间酒吧因为警察不力临检，引起长期受压迫的同志族群抗争，将做尾啊 LGBT 公开争取权益的重要里程碑。因而这届游行活动是特别关心美国真侪州议会最近通过反 LGBTQ 法案。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伫几天前也伫咧白宫举行的骄傲节活动，公开谈到这件代志。When our homes are threatened, when they strip away our rights and deny our basic humanity, we say, not on our watch. 第二，最近一寡共和党领导的州取消跨性别人士健康保险，并且禁止因参加学校的体育活动，使用便所加变装表演。民主党的拜登政府就以违宪为理由，对田纳西州禁止未成年人进行跨性别医疗提出诉讼。最高法院将会伫咧今年10月进行审理。公司新闻牛眼编辑。镜头转来到国内，公民团体推动罢免家人市长谢国良的行动，目前已经达到第2阶段的标准啊。谢国良表示会做好准备，今仔日会去国民党的党中央参详对策。另外，针对选罢法的修法，国民党是批评民进党相定标准，那民众党是已经表态，讲因反对拿赢有关罢免的标准。至少重要交通地点，基隆城际转运站启用记者会。不过，外界有关关注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行动小组公布人数已经超过第2阶段的标准，3早传出已经超过4万份，按算伫7月初5送件。谢国良也发声讲，要到党中央来参详对策。下班后，我们会到八德路，跟大家讨论一下今日的局势。很多人都很关心基隆目前的情况。我们也深深的表示感谢，也请大家放心，我们会做一切的准备。对启用典礼无邀请前基隆市长林右昌，谢国良是回应讲，因为林右昌目前有民进党秘书长的党务身份，较无适合。最近选罢法的修正，国会是继续咧对峙。国民党批评讲，顶会期有3位立委也提出同款的修法方向，要提高标准，罢免票要坐过当选票。制度如果有缺失、有漏洞，是不是大家一起来讨论，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民进党提出来就好棒棒，国民党委员提出来就是为了要调高自己的门槛，就是为了要保护自己。个别委员有他提案的自由，他的个人意见的陈述，但是民进党自始至终，即使是国会多数，也没有强行推动这样的修法。
民众党也表态袂对蓝营来提出修法，尤其内政委员会选罢法修法的关键一息，民众党的立委麦玉珍也表态反对蓝营条款罢免的标准，避免甲人民罢免无涉任政治人物的权利又搁关入去招啊人来。这样子的提案，我们是不会赞成的。所以麦玉珍委员也已经清楚表态，他在内政委员会里头会出席，而且清楚地表达他的立场。党团的总调吴国昌也强调讲，党团并无主动推动修选罢法的计划，民众党也否认有配合，表示民众党有家己的主体性。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年咧，中国因为生产上侪钢铁，就摒俗货卖去到国际，害全球的市场价格拢乱炒炒，咱台湾嘛有受害。国内上大的钢铁公司中钢就准备要提出反对摒俗货反倾销调查。经济部表示，收到申请了后，就会协助来调查。关阮的钢材伫运输大顶头运送，中国钢铁这几年产量过多，大量的钢材销到外国，造成全世界钢铁市场失去平衡。台湾业者也爱面对世界竞争。针对这款的情形，咱台湾钢铁大公司中钢收集相关的事情，会进入到无一救济措施的申请听书。经济部表示会协助调查审计。受到国际不公平竞争受到实质损害的话，可以协助他们提出反倾销的控诉。财政部是负责调查这倾销的行为。经济部负责调查是不是受到实质损害，真的受到损害的话，我们就会依照法令来课征反倾销税。受到中国影响，唔拿台湾，美国总统拜登4月也宣布有关中国进口钢铁关税等反制措施。针对这部分，经济部表示，除了对方涉及无公平贸易或者是国家安全问题，若无台湾会遵守 WTO 的规定，会凊彩有关关税。政策上面应该思考如何走出台湾自己的特色，譬如说有没有减碳的一个钢材，当做一个绿色产品发展的一个趋势，可以高质化产品差异的一个策略走向，跟中国大陆一些产品做一些区隔。学者认为，中国钢铁安门土顶产业的产能过多已经是真久的问题。台湾应该把重点放伫产业的古长发展，行出家己特色，和产品和中国有区别化。另外，政府和业者应该爱搁较直接，通好来面对产业遇到压力的时阵，会当赶紧来合作应变。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伫咧2019年宣布中国华为禁令。有媒体报讲，咱台湾的中华电信嘛针对中国品牌手机提出3大政策，也就是袂加补贴、袂主动推广，嘛袂搁列入去销售业绩。不过，中华电信的董事长今仔日是已经否认这款讲法。中华电信进入28周年，副总统萧美琴特别出席记者人员表达大会，和中华电信董事长郭祖基交面子。你们的努力和贡献，推动了国内电信事业的发展，也为我们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繁荣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有平面媒体报道，中华紧张形势，中华电信最近低调调整对中国品牌手机的销售策略，改做3不政策，也就是无加码补贴、无主动推广、无搁直接销售 KPI。上受影响就是目前有伫中华电信通路卖的 OPPO 加 vivo。不过董事长郭水基否认有这个讲法，细节爱去了解。我们一切都是以服务客户。以客户的需求为这个优先的考量。刚才你们所提的议题我毫无所悉。记者是坐到问市，员工提出 DM 顶悬有真侪 OPPO 手机的广告，要主动向人客推销。民众认为手机的市场真大，消费者有家己的选择甲考虑。它的存在性还是实用性来讲话，那个价值性还是存在的。2019年，美国华为禁令，国内由中华电信开第一枪，先表态库存未还到法庭。对中国品牌手机也是真细致。中华电信董事长郭水基强调，无白替甲任何品牌合作。另外，是毋是有甲Google咧接触？爱等细节较清楚的时阵，佮向外界来报告。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最近有一个中国兵马俑的展览。民众会当伫翕相区看家己和这兵马俑生甲有像无？不过民众发现讲，这翕相的软体是中国软体，怀疑这寡资料会传去中国有治安的记录。科工馆表示，已经发文要求主办单位来调查，目前嘛已经暂停翕相的体验。
不管是坐咧还是徛咧，各种形态的兵马俑，为顶礼拜5开始，伫咧国立科公馆内展出。除了展览区，还有活动区，互民众透过特展内底的机器翕相了后，比对家己甲兵马俑面貌同款。所有民众指控活动区使用的软体是来自中国，软体说明嘛是用简体字，敢是有治安的风险。那我是不知道说它的资料会不会回传到中国的伺服器或是他们的资料系统里面去，但是整体看起来这个展就充满了各种疑虑。没有相关的法源保障的情况之下，民众的脸谱到底被收集到哪里去？会不会做出什么样的运用？被哪些人拿到？老实说，这个真的没有人会知道。台湾这阵只是进一步质疑，这个活动为国内申请单位到中国代表拢是统战团体，批评科公馆无把关。不过民众看法不同款，有人认为政府会严格审核，有人认为爱片面传相片。如果是真的有食安的问题，那当然我们做老百姓的都是会怕。感觉是无问题。安怎讲？因为既然我到国家这边走的时，就没有治安问题了。科公馆解说无治安的疑虑，讲伫签约的时阵，就要求主办单位袂当使用中国厂牌的资通讯产品，嘛强调特展内底2项活动单元设备的产地拢是台湾，已经请主办单位先把这个体验的单元关起来，无查明进前袂当用，嘛同步要求主办单位要清查，若是违反合约无要改正，就会要求因撤展，嘛强调这届展览是按照科公馆相关规定审议通过，内容是符合着科学技术科普的教育，无统战的代志。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来看财政部公布欠税名单，欠税欠上济是股市的名人黄进中的家族，连续15档拢是排第1。其中黄进中伊本人就欠19亿3000多万。执行署明仔载就要拍卖黄进中的担保人，伊伫咧南港的27块土地，为6亿800万开始划价。为了要防止重大欠税，加强税管的征收，每年7个税月拢会公告个人累计欠税超过1000万，或者是营利事业累计欠税超过5000万的确定案件。来看欠税名单，已经过身的国事名人黄仁中的家族，因为是连续15年排伫咧欠税大户的第1名。大老板们他们都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来避税啦，都还能避掉。那这样子公布，其实说真的也没办法遏制那些财团。他为什么一直欠税，然后罚不到他，就加强罚则吧。根据了解，黄仁中的家族以往欠税33.600亿，敢若是黄仁中本人虽然已经过身啊，也过以往欠税欠19.35亿。行政执行署伫咧7个税日，要受委托执行黄仁中的欠税，将会拍卖伊信用的担保人，伊名下伫南港的土地，伫咧2、3段、1小段、2小段，面积差不多是121600外平方公尺，总共27个土地，拍卖底价是6亿804万。最后要看执行结果了。那如果拍卖有成果的话，那我们这个案件可能就可以减少一部分金额。因若欠税金额前5段，包括关雅饭店欠21.8亿，黄仁中欠19.35亿，黄成志家族欠15.12亿，黄新平还有上帝皇宫大酒店拢欠税。一般的人如果他欠税他批的，但是如果他纪律管收的时候呢，他就不想尽办法吐出钱出来我想这个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方法。财政部表示，针对欠税大户会积极查调纳税义务人，会当摕来执行的财产送予行政执行机关运用，也会强制执行义务人的保险解约金来追回欠税金额。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卫环委员会透早邀请卫福部长邱泰源针对健保的议题做专案报告。不过，在野立委拢在问是由署长换做曾成宏接任的问题，因为曾成宏伊伫咧半冬后就被退休啊。外界怀疑换人是因为派系内部咧相斗。对此，卫福部长培慧讲，这款讲法是无惊无只。前首署长吴秀梅互人换掉，7月1日开始，由中国医药大学药学院院长曾成宏接任，互外界解读是派系斗争，拜伊也加做立法院维权委员会质询的焦点。国民党立委质疑，新任首署长曾成宏过半年就要改领退休，关系国人的重大食安问题，什么人来把关呢？新的部长在他只有来半年，那未来是有没有在寻找新的人选？也征询了很多各大医学院的院长，药学院院长，几乎都被征询，大部分都是拒绝了。
另外，今年5月，国内数一大厂英丰化学因为违反药事法停业，致使医疗院所欠输型，部分病院阁因为欠生理盐水，毋是紧急手术就延后开刀。有立委就批评，根本原因就是健保给付点数伤过低，无其他厂商愿意生产。若发生重大公安意外，无法度进行医疗处理，恐吓造成国安危机。这是一个国安危机啊！如果今天我们有很重大的公安意外，或是天灾，或是目前大家也很担心我们的这个战略位置很危险，我们没有办法做出自己的生理食盐水。有些配套措施，需要再加强，这个我们一定都去弥补。那也希望医疗院所能够先体谅。郭泰源强调，事业部分除了协调国内其他厂商增加产能，也公布启动专案进口，按算上近10月恢复国内产量。另外，通信诊疗治疗办法7月开始上路，差不多有247万人受惠，感情8亿基金也用公务预算来执行，有估3年了会到位。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刑事再审的制度已经通过修法，不过民间的司改会等等的团体质疑讲，这修法的前后其实无啥差别，对冤案救济无啥帮助。民团是呼吁政府要设立冤案救济委员会，不过司法院表示无这个必要。死刑犯屈和顺和指控牵连查甫囡仔6情的绑票案，不过民间团体质疑讲，这桩案件定罪是建立伫互刑求做出的自备的情形之下，协助提起再审申请拢互驳回。前警官罗明春和指控受诬洗有罪，民团介入救援，认定专案的疑点真济，也提起再审。请求非常上诉，不过也直接讲最高法院甲最高检察署拢会互相下责任。我们的新证据是当时承办案件的部分员警的笔录，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确实有听到有刑求的声音。那可是我们的法院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法院告诉我们说，他们没有亲见亲闻，他们没有自己看到，所以不算。原因不在证据，原因不在法律，原因在法官官官相护嘛。我今天也是法官，你也是法官，你确定的案件我把你换过来，那明天是你换我的案件，那我们司法不是很难看吗？冤案难翻。民团组织大声发口号，主张现行的再审制度虽然已经过修法，不过对冤案的救济有关法规是真有限。民间司改会列出总申请的件数，修法了后的9年，敢若比修法进前的10年加100多件。综合核准率提升的比例也无到1%，叫中央爱设立冤案的救济委员会，甲刑事案件确定了后，审查法院等等的措施。那关于再审部分，也已经多次修正刑事诉讼法相关的规定，应该没有再另行增设这个刑案确定案件审查机构的必要。民团有诉求，司法院回应讲，目前判决定刑的案件，特别救济有再审甲非常上诉，两者已经互相有互补。其中再审的相关规定已经侪届修正，重新定义新事实、新证据的再审理由，大大放定申请的范围，应该无另外佮加设机关的必要。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茶是世界出名，其中包种茶上早是为清朝时代伫咧台北南港开始发展的。在地农民甲农会为着要推广南港的包种茶，都举办食农活动，带民众来泡茶、食茶，也要了解茶知识甲历史。涩涩的，对啊，你那时候就加奶茶。豆豆仔将茶汤倒出来，甲鸭仔摕互瓦片茶芳，搁一杯一杯来试啉。茶农提出5种无同款的茶米，甲民众泡茶啉茶。这是南港农会举办的包种茶食农体验活动，有家长带囡仔做伙来认捌台湾的茶文化，嘛有民众来品茶放轻松。那学茶艺，搁熟悉茶文史甲知识，可以帮助你静心，或者是你不同心情的时候泡的茶会不一样。而且这里环境很好啊，根本不像台北市。因为平常时囡仔袂去接触这啦，然后而且厝里其实是1种、2种，就算足侪啊。你这等于就是介绍台湾的有较有特色的茶米，佮会当品食无共
茶味的香味。带民众泡茶的老师是南港古庄在地茶农，伊讲南港茶产业对清朝就开始发展，上早认为这茶树为净士甲王水锦，除了是在地茶业的重要人物，嘛是台湾其他地区济茶树的师傅。过去茶生产了后是专门出口去国外，也拿南港包装茶的特色，除了清芳之外，嘛因为当地石灰矿的地质有一个合作石生开的特殊气味。原则上，我们南港是包种茶的原乡。老寮遐有一个叫魏晋时甲王水锦茶师，因是专门咧教人制茶的。因为阮家的地质是属于比较石灰质比较多一点，对，所以咱家的茶就靠这石先开。主办单位讲，因会伫休热期间举办济个茶有关的活动，上主要就是想要互民众来认捌南港的包装茶，以及了解南港茶叶的文史，也邀请民众做伙到包装茶故乡来泡茶。记者柯选林玉凯台北报道。配合台南建成400档児童文化艺术基金会甲市区合作，老师带学生伫咧社区的街仔路行读，用绘本创作方式，甲台南37区的特色文化拢记录落来。用9年的时间，拢总出版88本绘本，即马当伫咧高雄展出。主持人阿家由玲珑果模仿10岁头家，后壁对一场7个得奖国小囡仔，因路分台南在地传统点心互人。这是早期农村社会伫街路拢有画玲珑10岁景象，即阵是出现伫高雄捷运美丽岛站。来了，头节就过节哦。10岁头家是为美丽岛卖到维武营，现场有济学生画绘本。呈现台南400历史故事，绘本的主题唔有庙宇文化、基家传承，阁有人文风情等等，这拢是老师带学生透过实际采访来了解邻里街路，加深囡仔对家乡的认同。因爱去走读社区，对家乡甲社区的历史文化甲物产，还有更较多的认捌甲了解。伊透过绘本，伊就有法度了解讲，这是七股的故事，这是将军的故事，这是烟空的故事。所以我感觉透过绘本是足好的媒介。台南400家乡故事绘本的巡回展有69间学校参与，记录台南37区，出版88本的绘本。今年配合台南400档，唔有行动戏剧。学生的手绘图也伫捷运的高雄国际机场站2号出口来展览。高雄是最后一站，然后最后就回到台南了吼，所以这也是传承我们整个台湾的精神。这摆展览捌巡回到台北、新竹，即马是来到高雄，要展到7月24，也互外地民众做伙见证台南400档的历史风华。记者张依辉、屈作勇高雄报道。嘉义县溪口乡甲宗教文化团队合作，调查溪口14个钟头所有景庙的历史，佮配合3D 扫描作为档案方式，用要7档的时间完成溪口的100年香火这本册。手提扫描的设备，替新上建立所有的影像资料。嘉义县溪口乡公所邀请宗教文化团队详细调查乡内14个钟头宫庙的历史，记录新上的资料，做伙出版这本溪口的100年香火。有什么方式我们可以替阮的溪口这几类流传？所以我们就想到说，现在最流行的文物普查，我们做了文物的摄影，那文物的损伤判断。那个文物的那个描述，还有这个做3D 扫描建档。这本册是溪口乡这7档来在地进行信仰文化调查的重要成果，除了有宗教文物的记录，更有56间宫庙历史甲严格调查。记录团队表示，透过完整的记录，们也保存在地文化，嘛增加向外推广的机会。因为人会老，人会死，你若用嘴讲，这是可能无法流传。但是若透过文字叙述、文字的记载，会使这以后100年后，比如讲阮年老了后，大家拢爱知影讲这尊神，也是讲这个信用到底是安怎来，到底安怎存在。这本册自一开始的构思，甲今仔日发表，总共将近7年的时间，希望会让咱溪口最传统的文化保存下来，能够让我们这个文化得以延续。乡公所表示，除了发表这本册，也有伫溪口文化生活馆规划展览，阁有设计大湖香火体验活动，希望透过互动的方式，让民众更较入捌溪口在地宗教文化。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气象署表示，台东日头小风，温度嘛清悬。到下晡2点为止咧，这温度上悬的前3名，拢伫咧台东的太麻里，拢有38度以上。温度上悬是降到39度之。另外，气象署是继续针对全台湾18县市发布高温警示，提醒乡亲一定爱早日加啉水，避免着山。再来看下晡晡各县市温度。北部地区31度到36度，中部地区32度到36度，南部地区32度到36度，东部地区31度到35度。外岛地区30度到33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